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千勸愛我哋，寶貝我哋嘅主。今日愛讀嘅經文係彼得前書2章9節，唯有你們是比更先的族類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聖潔的國土，是屬上帝的子民。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小故事就講到，有一位演講家在台上手裏面高高嘅舉起一張50球嘅美金，佢就問會眾話：那下愛舉嘅，請舉起手，一隻隻嘅手都舉上來。接近，佢將一錢搖上一團，又問：那下愛舉嘅，請舉手。還係有好多人舉起手來，然後佢就將一隻錢放在地內，大力嘅踩開舉腳，然後執上來一張又囉嗦又舊嘅錢，還係問：見那還有那下愛冇？但係還係有好多人舉手。演講家就講：朋友們，無論我兩邊樣對待一張鈔票，我都還係想愛佢，因為佢並冇因為咁樣貶值，還係值得50美金。我哋一齊來默想，雖然人生有好多擺並逆境打倒，但係無論發生喺乜嘢，在上帝嘅眼中，你永遠唔要喪失價值，你都係無價之寶，唔會放棄自家嘅生命價值和尊嚴，相信上帝嘅美意，佢愛你到底。我哋一齊來禱告，愛我哋嘅天父上帝，感謝你愛我哋，雖然我哋並唔完美，因為我哋經常違背你嘅旨意，偏行自家嘅道路。我哋在遇到試探和災難嘅時候，信心唔夠堅定而受到打擊，但係你並冇嫌棄我哋，反而親手扶持我哋，看我哋為至寶，將我哋帶落你嘅國土。感謝你始終看重我哋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們。